大家好，歡迎返到 Nomigo 頻道。今日係2026年2月1號，我哋為你準備咗一輯好豐富嘅 AI 新聞總結，由 NASA 火星車真係用 AI 揸車，到 Google 震撼遊戲業界，到新開源工具、私隱憂慮，仲有 AI 政治 meme 一齊睇。第一單太空加 AI 我至中意嘅組合，第一單 NASA 火星車用 Anthropic Claude 規劃路線。呢單係來自 Unwire HK 2026年1月31號出 NASA 嘅 Perseverance 火星車，正式成為第一架由大語言模型規劃路線嘅地外機械人，用嘅係 Anthropic 嘅 Claude AI。根據 Unwire HK 2025年12月 Perseverance 成功完成咗一次任務，就係由 Claude 喺火星上面規劃佢嘅行車路線。呢次係第一次有大語言模型被用嚟控制地球以外嘅探測車，重點係用 AI 做路線規劃，將任務規劃時間縮短咗大約一半，唔使工程師逐格人手 plan， Claude 幫手更快生成安全路徑，再由人複核同批准。依然係 human in the loop， 但工作量同 turnaround 時間都大幅減少。大圖景呢度睇到具身 AI 同語言模型點樣喺真實世界機械人度合作，唔止工廠同倉庫，而係真係喺其他星球。好自然就帶到下一單，因為世界模型同仿真呢排已經成為好大主題。第二單 Google Project Genie 文字變 3D 空間嘅世界模型，呢單都係來自 Unwire HK 2026年1月31號出。多間媒體經 Unwire HK 總結， Google 喺2026年1月29號公布 Project Genie， 形容為一個世界模型，可以單靠文字 prompt 就生成完整嘅 3D 虛擬環境。想像下，你打一座夜晚嘅賽博朋克城市，有飛天車同中央市集。Genie 唔係淨係做一幅靜態場景，而係砌出一個可以行入去嘅 3D 世界。根據 Unwire HK 呢個公佈對遊戲板塊衝擊好大，幾間同遊戲有關嘅公司股價喺公佈之後急跌，投資者好明顯擔心，如果 Google 可以從文字自動生成細緻可互動嘅環境，好多傳統內容製作流程都會被顛覆。同 NASA 火星車嗰單連埋一齊睇，兩邊都係講 AI 理解同互動複雜環境，一邊係火星上面嘅物理世界，另一邊係完全虛擬，但兩邊都靠世界模型，即係對環境點運作嘅內部表徵。講開世界模型呢個領域都有重大開源動向。第四單 Robian 開源 Linkbot World， 呢單係來自 MarkTech Post 2026年1月31號出。螞蟻集團旗下嘅具身 AI 部門 Robian 開源咗一個叫 Linkbot World 嘅嘢。MarkTech Post 形容佢係一個大規模世界模型，將影片生成變成互動仿真器，所以唔係淨係生成一段片。Linkbot World 可以即時渲染一個可控嘅環境，目標係高視覺逼真度、真實物理同動力、長時序，仲要夠快俾人即時互動。MarkTech Post 提到嘅應用包括具身、Agent、自動駕駛仿真同遊戲，所以你可以見到同 Google Project Genie 嘅平衡，兩邊都係砌豐富互動嘅世界。分別在於 Linkbot World 係開源，可以加速研究，等細團隊都可以唔使 Google 級預算就試呢啲 idea， 將幾單連埋一齊。NASA 用 AI 喺火星真實世界導航， Google 喺度砌文字變 3D 世界，可能顛覆遊戲。螞蟻集團嘅 Robian 開源即時世界模型，我哋正走向一個未來。AI 唔止答問題，而係喺世界入面運作，無論係仿真定係物理世界。咁我哋點樣真正訓練 AI 用統一方式理解多模態、文字、圖像，可能仲有影片？呢度就涉及一啲前沿研究。第三單多模態學習與 Next Token Prediction， 呢單經 Hacker News 連去 Nature 一篇論文，連結係2026年1月31號出。文章本身喺 Nature， 標題係 Multimodal Learning with Next Token Prediction for Large Multimodal Models。 Hacker News 1月31號嘅貼連過去，話係一篇重要研究。核心概念唔係為文字、圖像同其他數據類型各自搞唔同架構同訓練目標，而係將所有嘢當成一條 token 序列，用 Next Token Prediction 即係大語言模型用開嗰套機制做多模態學習，所以圖像、影片、音訊、文字全部用 token 喺一條統一序列入面表示，模型就學下一個係咩，跨晒所有模態。點解重要？架構更簡單，同算力、數據 scale 得好好，正正就係機械人同世界模型需要嘅嘢。
AI 要融合視覺、語言同動作，所以研究嗰邊喺度打地基，等 Project Genie、Link World 甚至 NASA 火星車 AI 呢類工具可以企喺上面。而家轉去媒體創作，因為 AI 影片又有新進展。第5單 Kling Video 3.0， 最長15秒 AI 影片生成。呢單係來自 Hacker News Show HN 貼，2026年1月31號出。Kling 剛公佈 Beetle 3.0， 根據 Hacker News 貼係對上一代 2.6 同 O1 型號嘅重大升級。貼入面提到嘅重點功能，更長時長，最長15秒連續影片，而唔係通常嘅5至10秒。時長可以喺3至15秒之間彈性設定，統一多模態，文字變影片、圖像變影片、參考變影片，甚至影片修改，全部一個模型搞掂。原生音訊生成，可以同影片同步生成音訊。兩個型號 YDO 3.0 同 YDO 3.0 Omni 各自由早前型號升級。貼仲提到主體一致性更好，更跟 prompt 同故事版同鏡頭有更多控制。佢哋仲 explicitly 同主要對手比較 Runway Gen 4.5、OpenAI Sora 2、Google Veo 3.1 同 Grok Imagen。之前 Kling 型號比 Runway 平好多，大約每月10至40蚊美金。如果佢哋保持呢個價位，更長嘅 AI 影片同音訊就會有更多創作者用得起。同 Project Genie 同 Linkbot World 連埋一齊睇 AI 影片互動仿真，同世界模型喺度快速匯聚，一派專注渲染 3D 世界，另一派專注逼真影片，但兩邊都俾創作者同開發者新方法，從文字生成成個體驗。而家講一啲幫你管理同約束 AI， 而唔係淨係用佢生成更多嘢嘅工具。第6單 Aegis 開源 AI 家長過濾，呢單係來自另一個 Hacker News Show HN 貼，2026年1月31號出。有開發者做咗 Aegis， 形容為開源過濾控制，用於 AI Chatbot 同圖像生成器。貼入面解釋，而家 AI Chatbot 基本上冇家長控制，所以佢哋做咗 Aegis， 係一個本地 proxy 同 Chrome 擴展。佢會過濾 ChatGPT、Claude Gemini、Copilot 等主要 Chatbot 嘅對話，仲會攔截 Grok、DALL-E、Midjourney、Stable Diffusion 等工具嘅 ENSFW 圖像。Hacker News 總結嘅技術細節，用 Rust 寫，用 ONS Runtime 做裝置端 ML 分類，用 Deoxys 做 UI， 全部喺本地跑，冇雲端處理，冇數據收集。MIT 授權開源程式碼喺 GitHub。換句話講，佢坐喺用戶同 AI 服務之間，喺本地掃描同過濾內容。對想用 AI 但又唔想失去對顯示內容控制嘅家庭、學校同職場嚟講係好大一步。所以有啲公司靜雞雞收集更多數據嘅同時，有啲人喺度做工具，將控制權交返俾用戶。我哋等陣會再講呢個對比。第7單 Aphelion 將 Jira Ticket 變 GitHub PR 嘅 AI Agent， 呢單都係來自 Hacker News Show HN 貼，2026年1月31號出。Aphelion 係一個開源 AI Agent， 對象係軟件團隊。開發者話佢哋做嚟解決 Ticket 開咗同 PR 準備好 review 之間嘅樽頸。根據貼文 Aphelion 可以讀你嘅 Jira 或 ClickUp Ticket，call 你個 repo，call 理解你個 codebase 包括慣例同 pattern， 為任務生成程式碼，跑完測試，然後自動開 pull request。唔只係你 cursor 旁邊嘅編碼助手，而係成條 pipeline agent。底層用 TypeScript、Fastify、Next.js、Claude AI、PostgreSQL 加 Pigi Vector、OMQ 加 Redis 同 Docker。你可以用簡單嘅 Docker Compose 自架。開發者強調佢係從 ticket 做起，唔止從本地 context， 而且會從你 merge 咗嘅 PR 學習，慢慢適應你嘅 code style。放喺更大圖景睇， NASA 用 AI 處理火星車規劃， Aphelion 用 AI 處理軟件任務嘅規劃同執行階段，兩邊都減輕人喺繁瑣部分嘅負擔，等大家可以專注更高層嘅決策。另一方面，隨住 AI 越嚟越融入我哋嘅 workflow， 我哋要好清楚佢知我哋幾多嘢。第8單 Kimi AI 建立持久用戶檔案，呢單係來自 Hacker News Tell HN 貼，2026年1月31號出。有用戶講佢用 Kimi AI 嘅經歷。Kimi 最近有免費 tier 同折扣訂閱，傾緊偈嗰陣，佢睇咗模型嘅思考過程，發現 Kimi 已經為佢建立咗一份詳細得驚人嘅持久檔案。根據用戶總結，
Kimi 內部檔案記低咗，例如佢係資深開發者，用 Rust 同 Unix， 你嘅行 Arch Linux 借做安全向工具，做 JPY、CNH 對沖、地緣政治、能源市場之類嘅金融研究，溝通風格直接 blunt， 鍾意開源 drop-in 替代同結構化輸出，模型 explicitly 用呢份檔案嚟決定點樣 tailor 回覆。例如我應該用嗰個經驗水平同佢講，而唔係入門建議。用戶嘅結論 Kimi 唔只記住當前 session， 而係從你嘅對話持續建立持久保存嘅檔案。呢樣引發嚴重問題，私隱、同意、透明度，仲有邊個可以睇呢份檔案？保存幾耐？可唔可以刪？有冇清楚話俾你知會咁做？對比 Aegis 喺本地跑，唔收集數據，我哋見到 AI 生態嘅分歧，有啲工具走向透過數據累積做深度個人化，有啲走向私隱同本地控制。下一單睇下 AI 嘅文化同政治面向。第9單 AI 生成女學生 meme 被極右組織使用，呢單係來自 CNN 經 Hacker News 連過去 CNN 文章2026年1月31號出。CNN 報導一個 AI 生成角色，一個叫 Amelia 嘅可愛 AI 生成女學生，已經成為英國同其他地方越嚟越多極右 meme。Hacker News 連結指去 CNN 嘅報導，解釋呢個 AI 生成圖像點樣被武器化，成為極右網上社群嘅象徵，被用嚟散播信息，圍繞極端思想，建立身份，包裝成無辜動漫風格嘅美學。呢個提醒 AI 生成內容唔係中立，一旦 Canling Video 3.0 或任何圖像生成器存在，佢哋可以用於創意、營銷、教育，亦可以用於政治操縱同極端主義。亦說明點解 Aegis 呢類工具同清晰內容政策重要，同點解我哋需要圍繞 AI 嘅媒體素養，只係一個 meme 同政治宣傳之間嘅界線，喺內容平、無限可訂製嘅時代越嚟越模糊。最後一單快疑相關嘅消費者新聞。第10單1分鐘 AI 一站式工具優惠。呢單係來自 Mashable Tech News 2026年1月31號出。Mashable 報1分鐘 AI 一個，將多個主要 AI 模型整合喺一個界面嘅一站式 AI 工具，有限時優惠，話你可以用74蚊97仙美金買到1分鐘 AI Advanced Business Plan 嘅終身訂閱，但只限今晚太平洋時間11點59分之前。呢度嘅角度唔只係折扣本身，而係趨勢，將多個 AI 模型整合到一個 dashboard 嘅工具，唔使你再喺 ChatGPT、Claude、Gemini 同其他之間跳嚟跳去。1分鐘 AI 呢類平台試圖俾你一個地方用晒。當你將佢同 Avalon 做 code、Aegis 做過濾、同 Kling 做媒體呢類工具一齊睇，就會見到新嘅 stack 浮現。聚合器用嚟接觸多個模型， Agent 用嚟自動化 workflow， 過濾器用嚟控制咩內容可以出現。背後就係世界模型同多模態研究支撐越嚟越強嘅系統。所以總結埋一齊，由 Unwire HK 報嘅 NASA Perseverance 火星車用 Anthropic Claude 喺火星規劃路線，到 Unwire HK 報嘅 Google Project Genie 從文字生成完整 3D 世界震撼遊戲股。我哋睇緊 AI 擔當世界建造者同世界導航者嘅角色。MarkTech Post 對 Robian 開完 Linkbot World 嘅報導話俾你聽，即時互動嘅世界模型唔只係專有技術，已經成為開源生態嘅一部分。Hacker News Highlight 嘅 Nature 論文話俾你聽，多模態 Next Token Prediction 點樣俾我哋一個統一方法，跨文字、圖像同更多嘢訓練呢啲系統。Hacker News 公佈嘅 King Fido 3.0將 AI 影片推向更長、更有敘事性嘅內容，仲有整合音訊。工具嗰邊 Aegis 同 Avalon 都係 Hacker News Show HN 貼，示範開源開發者點樣做防護同自動化層，一個令 AI 對家庭更安全，另一個將項目 ticket 變成可 review 嘅 pull request。Tell Han Ha 講 Kimi AI 持久檔案嘅貼，引發關於數據、同意同我哋嘅 AI 工具喺背後學緊我哋幾多嘢嘅迫切問題。CNN 對 Amelia Meme 嘅報導話俾你聽 ，AI 生成角色已經成為政治符號，又一次提醒文化同政治已經同生成式 AI 纏埋一齊。Mashable 講1分鐘 AI 嘅報導就話俾你聽 ，AI 聚合工具點樣變成消費品，將好多模型打成一張訂閱。想深入了解任何一單，可以睇原文。
Unwire HK 嘅 NASA 同 Google Project Genie， 經 Hacker News 連結嘅 Nature 多模態研究， MarkTech Post 嘅 Linkbot World， Hacker News 嘅 Clean Video 3.0， Edges、Aphelion 同 Kimi AI 討論， CNN 嘅 Amelia Meme 報導，同 Mashable Tech News 嘅1分鐘 AI 優惠。今日2026年2月1號嘅 AI 總結就係咁多，覺得有用就訂閱，唔好錯過下一輯最新 AI 發展拆解。多謝收睇 Numico 頻道，下一集再見。